来看台南安定有一间电镀工厂下晡发生公安意外，业者表示讲是外包厂商伫咧补药水的时阵，无细力把这漂白水淋入去，所来产生裂气。消防局表示讲，目前用储水的方式，把这二楼的裂气变较薄挂，目前人员已经疏开。这场意外呢，造成一个人救无回来，4个人呼吸道受伤，也有6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。大量水雾一直喷入这间电镀厂，因为到伫日时下昼2点外，台南消防局协报，电镀厂发生公安意外，其中一个人伫现场已经失去喘气心跳。因为它的 PAC 的部分加漂白水，产生氯气之后，它那个闻到之后，就整个昏倒了。倒倒的部分有一个现场 OCA， 然后4个部分严重的整个呼吸道灼伤，6个部分因为身体不适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后送了。警消挂面搭到场抢救，现场除了喷水雾、降低氯气浓度，也开启风信通风。根据业者表示，是外包厂商在做补药水作业的时，亲像将漂白水浸到自力化氯，再产生有害气体，造成员工陆续出现身体各样，接受到1名员工就安尼失去性命现象，和业者真艰苦。当然啦，他从那个退伍和我做到现在。这感情拢真好。对啊，和我换了2个工厂。都是事情来讲啦。PAC 新泡完，我一定爱先迄个讲，我一定爱先提开洗，因为 PAC 跟漂白水不相容嘛。对。我就爱讲洗，我那洗我用了搁倒对 PAC 去。哦，变成漂白水拍比 PAC 来累安尼。对啊，我看到迄个，我害死一个人，我无惊。环境部专业技术小组也去现场监测空气中的氯气浓度，目前所有员工拢已经完成疏散。后续状况，有关爱等相关单位进一步的调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